劳动部进前表出公务人员防霸凌出来行底路，今仔日公布修法草案，伫咧职安卫生法内面新增加职场霸凌防治机制专章，并确定机制职场霸凌，也规范讲，若准是最高负责人否认定是霸凌的行为人，上当会当罚到100万。希望立法院伫这个会期会当完成审议。 劳动部4个公务人员拄到职场霸凌了自杀，引起各界注意。劳动部研究了后，决定伫这个安全卫生法当中，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加职场霸凌定义组，劳工伫劳动场所执行职务，人员利用职务也是权势超过业务必要的合理范围，持续以冒犯、孤立也是侮辱的言辞行为，致使身心健康受害，并且有持续性。 公布这项目包括处分的日期、违反的条文、违反的金额等等，让民众或者是说甚至想要寻求工作者可以了解这公司的安全卫生过去的记录到底好不好，同时也可以督促事业单位。 这个草案特别强化内外部的调查机制，建立外部申诉管道，佮提高罚款上限5倍，也加刑事刑期，互人采罚的人拢应该公布罚款金额等，也明定通报机制。若是申诉人是最高负责人，佮当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上最当罚到100万。 职业安全卫生法是没有这个样的适用啦，里面很多都是制造业啊、石化业。以前的经验上，其实是直接把里面的条文，例如像过去这个不法侵害的条文，是直接抄在公务人员保障法或者是他防护办法里面。外界烦恼草案的内容纳入协调机制，协调无成功，再搁继续调查，恐惊变做烧圆汤。劳动部是讲部分霸凌的行为较无明确，考虑乌白告的可能性，会当行协调机制，啊，毋过是以申诉人的意愿为准。 若是这个草案无法度适用公务人员，劳动部是讲，考试院已经预告公务员防护办法，会予公务人员保障。记者综合报道。